近年来，因为健身产业快速的成长，加上个人化的社会，运动休闲哪来哪受重视，相对的健身教练的需求嘛哪来哪增加。因此，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台南市运动场所服务职业工会举办全台第一场的健身教练养成班，将伫今年8月初要来开课。申办单位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召开记者会，希望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你如果真的喜爱运动又想要说未来有个证照，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你如果有这张证照的话，你在未来的社会竞争里面、就业的竞争里面，你又多了一个保护伞。报名期间对今日起到7月2日，培训的对象是15岁以上具有工作的意愿，而且工作技能不足的待业者。训练的费用，一般国民失业者政府补助80%，特定的对象失业者完全免费。这个课程里面呢，有包含 AI 运动科技最新的一个方式，怎么去做检测跟评估那它都是一个就是医疗式的医疗式的，就是说是针对我们身体健康所以它肌少症，它就是我们的骨骼组成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柔软度这一些全部都可以测得出来。授训时间402点钟，包括学科加健身房的实作训练，让学员会晓教，会晓练。嘛会晓观察评估，加正确的指导，具有职能3级以上的教练实务。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